是咱嘴家己黑白讲的，是圣经有记载，有应允互咱。咱三个来读上帝应允，请。我要日日祝谢你，也要永远学乐你的名，因要保佑你大恩的纪念，也要唱歌学乐你的公义，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无快快想起。大大有仁爱，兄弟姊妹，咱要来学乐咱的这位主，是听咱，搁互咱一遍机会，只要咱愿意认咱的罪。咱若是偏离主，咱实在无法度承接上帝互咱的祝福哦。所以请咱认罪，为阮主来学乐咱的主，请咱大声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受下罪之罪。是命的主，请拍开我的心，我听你的声，我对神来。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是阮的大牧者。主，阮就无欠亏。主，阮感谢你，因为你义的名，因为你的名，互阮行义的路。阮若被人带，你用你的推，你的管来管导阮，来引带阮。阮感谢你，你互阮今仔日的性命开始，会当来到伫这个所在，而且会当自由来敬拜学乐你。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主，阮要感谢学乐你，因为主你是听。主啊，你是大权能，你是信实，你是公义，你是对古早、甲现今、甲未来永远掌权的主。主，阮要感谢学乐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要为着咱所徛起这个所在，咱的国家，特别是桃园，桃园是全台湾省这个庙事上济的所在。咱敢知7月19是啥物日？啥物要开？所以7月19，若毋是信主的人，你若无稳定救赎会记号的人，你都有真济你看袂到的所在，要来甲你创治。全年广告是安尼讲啦，伊甲你创治。咱的主要怜悯，伊无爱伊所创造的任何一个人沉沦，伊要拯救每一个人。兄弟姊妹，咱领受这稳定的人，咱敢会无为因来祈祷啊？咱敢会看因白白去用创治，甚至创治甲死？咱敢看会落去？咱看到一个人危险，咱敢无亲手去甲救吗？咱可能无能力，总是咱会当来祈祷，跪求上帝来帮助咱。咱看见这个社区、这个国家的需要，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请永远的上帝做你徛起的所在，永远的手伫你的里面，伊你的面前我对着，个个会面伊，以色列安静徛起，雅各的后裔家己踮伫五谷甲酒的所在，伊的天也伫落无水，以色列人，你有福气，之水亲像你这个互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伊是你的盾牌，保护你，是你应邀的刀剑，你的对敌要投降你，你要下伊我的所在。兄弟姊妹，咱伫这个所在，这个位置是安全的，咱就爱做安全的宣告，嘛爱来祝福遐个伫无安全的所在，甚至是伫香港，甚至是疫情中间，甚至是咱隔壁的人。兄弟姊妹，请咱开嘴，为着咱所徛起的所在，为着艰苦的人，为着家己来祈祷，请咱开启主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你来怜悯，主啊，你来看见你所创造的人，主啊，你一直伫这个听中间，主，阮想着这个暗者，阮嘛想着这个鬼怪，主啊，你看袂落去，总是主，你爱你的兄弟真多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你也互阮来伫祈祷中间，互阮的心思意念，互主你来调整，主啊，恳求你来保护保守，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就是听，主啊，你听你所创造的人类，主啊，你无爱你的囝儿，伫陷落伫罪恶，伫
囝兄的中间，不管是伫疫情，不管是伫7月鬼门开，真侪人伫囝兄中间无平安，也是伫即个中国大陆香港真侪人伫囝兄比例中间，主啊，你拢怜悯，主恳求你也互阮知，阮来紧紧来到你的面前。阮来为人来祈祷，希望传福音，互迄需要的人，互因，互主你来救起来。阮无看人伫陷落伫即个罪恶死亡中间，主阮恳求你怜悯来保守。主阮感谢俄罗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要为着真侪人的需要，咱要来代祷，因为主看重。所以兄弟姊妹，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请心智唔通通财，耶稣为最高赢。因为上帝有讲，我决断无放杀你，决断无离开你，所以咱通好胆讲，主就是帮助我的，我无要兄兄，人要写法对我奈何？情因带你，用上帝的道理还互恁的，恁就摄念因，看因所做的结果，来互因的信。耶稣基督从今仔日当秋，直到世，兄弟姊妹，直到万世代，主关心你，不是一方面，是全方位。主关心，不是关心尔，咱人敢若会使关心，咱啥物法度？有，主有法度。拄仔咱读的经文，主要真做你的帮助。兄弟姊妹，若是你有需要，即几方面的任何需要，你若心心软弱，也是你真正有需要，有人来甲你代祷，请你落去当起立，来甲中，也是两边。咱的同工穿紫色的甲牧者会到你的身躯边来祈祷。兄弟姊妹，你若是感觉我家己落会使有够也信心，你就坐伫你的位，你敲现你的心，咱相甲到主的面前来为咱家己嘛为有需要的人来祈祷，咱开嘴，若起立，若有需要的就请你来起立。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你真做阮随时的帮助，主啊，你真做阮的盾牌，主啊，你要护着阮若见若落课当大的来到主你的面前，主你要真做阮的医治，你会要供应阮。主，阮感谢你，因为主你就是你爱你的囝儿有10分的平安。主啊，不管伫啥物世代，伫啥物个状况，主啊，你拢知，主啊，你知阮所遇到的困难，主你是超过这困难的主，主啊，因你是无法度互这个帮助所绑掉的，你是无互这个困难所困住的主，主啊，因为你有办法，主啊，主啊，感谢俄罗你，阮要奉主你的名来宣告，主啊，因为你要互阮的生命得到丰盛。主，你讲囡仔落课担的，来到你遮要得到安稳。主，阮感谢你，因为主你是信实的主，新约基督要对着信你的人。主，阮感谢你，你保守阮，互阮身心灵会健康，灵力兴旺。阮手所做的工得到分通，为着要是要荣耀上帝对人有帮助。主，阮感谢俄罗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要来领受。主啊，伫互咱中间的应允，伫今仔日主日，咱三甲来领受，就互基督的和平伫恁心内做主，恁受着正做一体，也是为着这个，搁着感谢，就互基督的道理，伫逐项的智慧充满伫恁的心，用诗、用歌、用神的父，三甲诗、三苦劝。对稳定伫心内的人来学罗上帝，各见所做，也是讲，也是行，拢着对主耶稣的名来做伊，也对伊来感谢爸上帝。兄弟姊妹，咱要为几项代志，除了为家己咱的身心灵、甲主的关系、甲人的关系，咱要为着这礼拜财务部的这个开会各种的事宜加这培训营青年，恳求上帝伫青年中间来兴起青年，主啊，互因的性命为主你来活，嘛为着7月一个所谓的几啊月手术平安甲咱伫伫甲咱身躯边咱所关心的人伫伫，咱领受这的，咱就要为主来做志工，咱的志工就是要服侍，互这的社会朋友拢得到主耶稣的福音甲福利。
咱需要搁较济诶志工为着这个来祈祷。兄弟姐妹，请咱起立。咱为着拄则咱所讲的，特别是今仔日主日，闭万咱的心，咱的心开。主要为咱来祈祷，咱大声来到主的面前来祈祷，请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是昔日主日的主，我感谢你伫透早伫一礼拜头一天，主啊，是阮要分别做成来到你的面前，阮独独就是要来阿老主耶稣你的名，主啊，这个教会是主奉你的名所设立的，主你就是教会头，主啊，互阮有合一的心。阮专心来意义来服侍俄罗斯，互社区得到迄个福音的稳定。主，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主导文，阮要安尼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犯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海，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正上帝顶面应该受敬畏。兄弟姊妹，咱三个用欢喜的声来懊恼咱的天父。大，日日地传，无论风雨也必经，伊拢会做伴。咱着生效伊的魂，日日有存，何在的橄榄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请姊妹来唱，就剩下伊的阮。咱就剩下伊的阮，日日有存，何在的橄榄变正欢喜，欢乐。咱三角开出来，我落住。
姊妹请坐，请坐。虽然生命定定在变化，上帝对咱永远袂变化。只要轻轻叫着伊的名，人生路途有伊来作伴。啥款艰苦，啥款代志，上帝永远做咱的依靠。轻轻叫着伊的名，生命毋惊拄着风台天，人生就袂定定有惊惊，苦楚咱就永远无减少。轻轻叫着伊的名，生命毋惊拄着风台天，人生就袂定定有惊惊，人生五白才会变彩色。这是一首非常温暖的诗歌，等下嘛邀请兄弟姊妹三脚开嘴来学咯。虽然生命定定在变化，上帝对咱永远袂改变。只要轻轻叫着伊的名，人生路途有伊来作伴。啥款艰苦，啥款代志，上帝永远做咱的保庇。轻轻叫着伊的名，生命毋惊拄着风台天，人生就袂定定有惊惊，苦楚咱就永远无减少。轻轻叫着伊的名，生命毋惊拄着风台天，人生就袂定定有惊惊，人生五白才会变彩色。轻轻叫着伊的名，叫着伊的生命毋惊拄着风台天，人生就袂定定有惊惊，苦楚咱就永远无减少。轻轻叫着伊的名，生命毋惊拄着风台天，人生就袂定定有惊惊，人生五白才会变彩色。
想出星星的花，来拯救失丧灵魂，给你心的孤独，天边行日，想出星星的花。同心自执，学乐敬拜。愿你所应允的圣神充满甲阮三个同在。你的圣神的同在，互阮想起你的话。你的圣神的同在，会捆绑一切搅扰，捆绑一切颠簸阮的一切罪，互阮快快通来跟对你，因为你圣神的同在。
互阮的心心灵会当得到透放，得到自由，好胆无惊吓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大大开嘴，你就大大充满。每一遍的懊恼，每一遍的敬拜，阮拢邀请你伫遮掌权，互阮的心思意念有主你的神来引带阮，知主耶稣你的心意，也阮回应你的呼召，会通毋是干那伫遮礼拜，也伫阮的家庭，伫阮所徛起工作的所在，诚做你的切用。诚做你属这世间人的管道，愿主，这是阮担心懊恼的时，你就甲阮三个同在，听阮伫你面前担心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诗，圣诗第301首《万人懊恼耶稣尊名》，请起立吟全首。同心来祈祷。主爱全能的父上帝，我们时时颂赞你的圣名，因为你的恩典教也完用。感谢你用同样的方式表明你是怎样疼阮，互阮知你上界底的一件事，就是爱阮认捌你的疼。阮有疼，因为你大声疼阮。当时阮有时伫有意无意的中间，煞来犯罪，亏欠你的荣耀。
我要伫你面前认罪悔改。你有应允讲，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谢，若家己谦卑祈祷来见我的面，我等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罪。现今世代天灾人祸无长，求圣神引带，互人人谦卑伫主面前，领受真理的智慧，谦虚面对世界，诚心对待大自然。伫世上检查的阮话拄着艰苦事，人民人的天父，求你，互阮会晓将一切跨路交托伫你的手里，坚定倚靠你，因为你是阮唯一的帮山，也是阮唯一的仰望。求你，互阮的心思平静安稳，用信心来面对所遭遇的艰难，叫试探甲风影袂会阻挡阮的军队。当阮开喙向你恳求的时，就要得到你的应允，领受所想事的稳定，互阮无搁伫苦难的中间质问上帝，是要伫患难的内面享受甲主同行的平安甲甜蜜。因为主讲，伫世间恁有苦难，独恁通放心，我已经太赢世间。拜上帝，教会有侪事工，拢求你来掌权带领。因下晡财务部的会议，求主想事同工有教育的智慧，用心规划，互钱项发挥最大的功效来利益教会。本周8月20到8月22，要举办青年的培训营会，恳求上帝保守，通顺时圆满，受到造就。阮也要大大学乐，感谢上帝，互阮教会成立迦南志工队，求主继续带领想事开力，来真侪祝福人的管道，同时嘛是福音的出口。也求主想事每一位志工甲因的亲人手所做一尽行通，脚所行平坦顺利。特别求主施恩，互队员所服侍的每一个生命，拢通甲阮同得救恩。另外，无几日后就要进入农历的7月时，恳求上帝赏赐阮有属天的平安，拢无受到民间信仰黑暗势力的惊吓搅扰。这是阮的心神，要继续军队圣神的引带，伫基督内面一节同心敬拜上帝。相信你的旨意要搁一摆通过目者的开拓，来真侪灵命的滋养。恳求圣神添净阮的心，开启阮的智慧，认真来领受。阮安尼感恩、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听者，请咱来做启应。启应文第47篇是对以赛亚书49章来的。正海岛啊，就听我的话。住伫远远的人啊，要注意听。我伫太人上主就敬了我。我伫老母的腹肚，伊就叫我的名。伊互我的喙亲像内刀，甲我藏伫手的顶的，佮互我诚侪磨尖的剑。佮甲我藏伫伊的箭地。伊有对我讲：“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我要因为你得到阳光。我就讲：“我打拼是空空。”我真啊做无采工，嘛无利益。还佫我靠上主替我伸冤。我的上帝会照我的所做，甲我报赏。一声，我伫台里，上主就做我做伊的奴仆。要互雅各归向伊，互以色列伫伊遐自治。因为上主看我最尊贵。我的上帝真做我的贵人。伊有讲：“你做我的奴仆，通兴起雅各的支族。”带以色列存落来的子民倒转来。一声，
那然后呢，我要互你做较大的事，我嘛要设立你做立邦的光。互我的拯救传到天边海角。作者要来请张文雅姊妹来献诗，伊所要献的诗歌是圣母颂。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9章1到20节，也去咧办台语标语圣经伫第157页，其他版本的耶稣请看文幕，《使徒行传》19章第1节。
保罗伫哥林多的时，保罗经过顶市的地方，到以弗所，拄到几若个学生，问因讲：恁信的时捌受到圣神无？因讲连有圣神的赏赐也无，阮也袂捌听见。讲安尼，就恁受洗礼来归伫什么啊？因就讲约翰的洗礼。保罗讲，约翰行反悔的洗礼，甲百姓讲，着信底尾以来的就是耶稣。遐个人听见就受洗礼归伫主耶稣的名。保罗甲因换手，圣神就教伫因，因随时讲遮个腔口甲先知的话，共约12人。保罗入会堂好胆来讲，历过3个日久，用上帝国的事来辩论苦劝。若是有几人硬心唔顺坦，当众人的面前诽谤这个路，保罗就离开因，也互学生甲因3字，就伫吹力路学堂日辩论。亲像安尼2年久，直到踮伫亚细亚的人，无论犹太、希利尼，拢听见主的道理。上帝用保罗的手行罕得有的关联，甚至有人对伊的身躯摕手巾，还是卫生巾，下伫病人的身上，因的病就退去，恶神也出去。总是有几若人世界行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对遐个互恶神上身的人，自转叫主耶稣的名讲：我靠保罗所传的耶稣命令恁出去。有犹太的这时头，司基我7个囝也惊这个代志。恶神因讲：耶稣我知伊，保罗我也捌伊，若是恁是治罪啊！恶神上身的人就跳伫因身上，赢因2人压制因，直到因脱北体受伤。走出迄间厝，徛去伫以弗所的犹太人、希利尼人拢知，无毋惊吓。主耶稣的名就大大应显，已经信的人侪到，明认，佮讲起因的所行，并所行发出的也有侪人，将因的册自集，下伫众人的面前来烧，算因的价钱就在达文5万。主的道理大大形容得胜，有亲像安尼。这是要请本堂老应严牧师来讲道，要讲的题目是爱兴旺，爱兴旺。有牧师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爱兴旺是什么意思啊？兴旺是什么意思？就亲像火，咱的性命若互火烧，遐个无路用的就要烧去，咱就会性命无共款。袂过袂烧袂冷，也是感觉做颓废、煞废，毋知为虾米来活，咱就醒起来，互圣灵的火烧，咱就醒起来。咱无紧醒起来，咱就要互火烧死啊！咱就大有气力。复兴的意思就是互主来叫醒，叫醒讲你为虾米来活，叫醒讲你生命的意义是虾米，叫醒起来，互你知你的生命有火来倒。你知为什么来辛苦？为什么而忙碌？为什么而辛苦却不痛苦？复兴就是安尼。往来呢，毋是干那我生命毋是干那我改变，是既然愿意的，拢会当来得到改变。毋是一个、2个、3个、5个，毋是，是主的道，主这个互人的生命改变的这个道理、这个真理，带来互人真的自由。咱就每一个，甚至规片的人，拢互主来叫醒，咱为主的福音来努力来打拼。伫生命中有真侪咱袂当了解的代志，就亲像基督徒这灵恩派的牧师，或者郭美江牧师，伫2003年的12月，有一段影片伫即个网络来放，就是信耶稣得到选召。这个事件，这个代志，就是发生伫伊的因兜，或者是伊
洗衫机的即个所在捡到2粒即个钻石伊接落来，伊就不断来宣扬伊所经历上帝互伊的启示，就是5杯的祝福的故事。因为伊对上帝的信心经历足侪超能力，你信吗？当咱2013年，咱看到即个网络的时阵，咱信吗？咱感觉即个牧师是安那？我白讲吗？也是咱无法度了解的超自然现象呢。对迄阵甲单，今年即个月8月初4，伊因为癌症来过往，佫互人一遍佫提起即项代志，就是伊对2013年开始捡着宣召，到伊过往中间，不管伫台湾、伫世界各国的教会，伊去的所在，甚至扫涂骹拢会当扫着钻石，甚至有人目睭金金看到迄钻石伫伊的面前，要去捡的时阵，本来足细粒，愈来愈大粒，甚至有人甲捡起来选成钻戒。伫咱的教会中间，有人是足理性的人，是一个医生的太太，伊嘛有看见，伊只有讲。主啊，我愿意谦卑讲，这个代志我无了解，总是主你知。兄弟姊妹，当咱拄到这超自然的现象的时阵，咱会知影，目睭拢有沙沙，咱的心啊来砰砰踩，讲这到底是啥物代志？咱所经历的这到底是魔法还是办法？是咱无法度了解的，这个是对信心来。也是毋是信心的灵，伫咱的心上，伫咱人类有限的人类来发生嘛？今仔日，咱就是要来了解，咱有限的人，咱有无限的较无啥物，毋是干那只会过去的代志。咱较无的是，我的性命会当甲即个我看袂到的主连接的，互我的性命活起来。互我的性命复兴起来，互我知影为虾米来唱歌，互我知影为虾米来趁钱，互我知影虽然我拄着真恶担当的代志，总是我还佫有困难，我佫有愿望，因为咱要佫较明白虾米是信心，啥物是信心，运行伊有伊无限的困难，咱要来领受，咱要领受的是魔法，还是办法，还是魔法的办法呢？今仔日经文咱读到来甲保罗，伊来甲以弗所的所在。以弗所是啥物所在？以弗所咱前几礼拜咱都有讲到，以弗所其实就是足亲像即卖泰国足侪咧拜无共款的神啊。迄个所在吼，凊彩拢有足奇怪的代志。咱有看昨个新闻，啊那伫个即印尼的所在，有一个富人人，伊去到海边，甲因兜的人去到海边，结果伊就无去啊。去互即个海因冲走了后，因啊找都找无，甚至找到一个尸体，但是看起来就是无成，毋是因厝里的人，总是因都继续感觉无可能，伊应该若无找到尸体，因无愿意承认因厝的人已经过往，总是到1年外了后，伊的哥哥一直忘记，伊咧甲讲，请你搁去迄个所在。去迄个所在找我，伊阿兄甲伊的老母讲，我迄个伤心的所在，阮无要搁去。总是一遍忘记，2遍忘记，3遍忘记，讲好啊，无我去迄个海边啊。兄弟姊妹去迄个海边啊，就去拄着伊的小妹，穿一模一样1年外以前穿的同款的衫。兄弟姊妹，你看这个是啥物现象啊？你讲。无输啊！你到底是咧讲啥物？我只有讲，我谦卑，我嘛毋知，总是主知。这是啥物种的灵？咱若要看，讲咱受的是信心，也是咱所受的是悔改的洗礼。保罗今仔日伊的经文来甲以弗所，伊就问伊的门徒讲：你信的时阵有受过信心啊无啊？因就应讲。连信心手术也无，我嘛毋捌听过啥物叫做信心，我毋知呢。保罗听去因讲的，就讲来，我来甲恁洗礼，是奉主的名，是信心，恳求信心临到伫恁。哇！保罗举起伊的手为因来花手来祝福伫信心的说，竟然因来一个
因嘴所讲的即个腔口拢无共，就亲像讲，我今仔会晓讲台语尔，我袂晓讲英文，袂晓讲希伯来文，袂晓讲其他国家，竟然性情大领，我会晓听希伯来文，我英文会当考到托福即个金牌。兄弟姊妹有两种，一种的腔口就是咱知的，另外一种就是咱所谓的灵语。灵语就是啥物？你的舌头会互一种外来力量一直震动，一直动动。啊，毋是干那声尔，圣神会甲你讲话，会甲你讲啥物话是专门要互你讲的话。即个话有可能别人毋知，只有你知，总是。即个话，你通讲出去，互别人知啊，也是毋通互别人知，就是先知的话，咱有3个来鉴定，咱会当来检视，这到底是圣神的话，也是毋是圣神的灵的话，就3项。头一个是毋是安慰人，是毋是造就人的，是不是可以劝勉人的？若是甲这3项无关呢，真歹势，伊就是毋是圣神。所以真简单，互你。会当行做，也是你听见人行做，互你来离开上帝的话的，安尼就是毋是圣神。互你若是即个话、即个灵、即个感动所做的，互你甲圣神搁是甲圣经搁较亲近，你所行大搁较下真理的，互你搁会当伫真理内面自由的，恭喜你，这就是圣神。所以保罗伫迄个时阵来还手来，互遮的门徒。因得到信心，竟然有12个人会当讲到一个所谓的方言、灵语，啊，搁先知的话。咱知其实伫保罗伫哥林多遐，伊其实毋是汉尼赞成讲啥物灵语啊方言。啊，咱知啊，你讲啊，伊若经历这，我只有讲这是上帝，是信心。这个阶段伫以弗所这个遮尔灵气的所在，吼。遮尔足侪神明伫迄个所在，咱讲的足侪拜啊。所以保罗讲啊呐，恁连迄毋捌的上帝，恁都要拜啊。伫即个所在，主有伊的作为，总是人毋是看到人的外在的形，咱干那要看人的性命是毋是有变做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这才是即个真正信心的作为。所以咱人咧听人。咱若咧听人咧讲啥物，亲像牧师拄则讲的，电视咧播的这，啊，搁有安那？伫电视即马全联拢咧广告啥物？吼，迄看足惊人的。讲啊，你也无甲摆7月是星期3对无？8月19号，啥物就要开关。啊，啥物就来啊？啊，遮就千千万万，啊嘛感谢主，吼，传福音互因听。总是伊若莫来甲咱安那就好。莫来甲咱创治就好嘛，吼！广告是安尼讲的啦，吼。兄弟姊妹，当咱若听到遮个，咱来听，咱是为着学习，毋是要来批评，因为咱所知真有限。经文继续佫讲，保罗毋是干那即个信心经历遮神迹奇事，伊佫用圣经的道理来甲犹太人讲，大声讲，总是咱知，伊若讲吼去会堂讲，犹太人就安那拍，对无？就甲即个。即个逼迫，所以呐，伊共款佫讲，总是伫经文内底讲，伊伫遐讲3个月人无人要听，而且还佫安那硬心，吼安那毋顺坦，还佫诽谤上帝道理、上帝真理，无爱听。哎呀，保罗讲啊，我著讲啊，你若无爱听，我著要来走啊。真诶，伊就走去对，专门咧讲即个哲理的这个推兰湖学堂，伊日日拢伫遐来安那。讲上帝福音互人听，所以咱知保罗伊毋是干那讲圣经大头脑，我们所认知的，咱知的，伊甚至还佫有神迹奇事发生伫啥物所在？真济所在，好，咱就看啥物所在。伊经文伊是一个做即个帐篷的人，布片哈，但伊迄有诶是皮做的啦吼，伊迄还佫围啥物围兜兜哈，围迄个围裙吼。连伊的围裙脱落来，伊的手巾啊，摕去破病的人的身躯，佫会安那，得着病得着好，病就退去呢。啊，即个歹的鬼、恶鬼、恶魔，佫会安那走去。哦，这，透遮奇怪代志。兄弟姊妹，咱的心若是对信心
无了解，咱就感觉啊，主啊，我是无了解，恳求你来改变我的心意念。总是你毋通甲上帝争哈，也无可能啦，咪信。咱长老会无咧即落代志，谁讲的？兄弟姊妹，连保罗遮尔理性的人，伊都经历遮的。上帝有伊的时间，所以兄弟姊妹，咱若心意不更新，咱就与神相争。犹太人就是安尼，咱的心意如果不更新，咱就跟与神相争。你若看今仔日的新闻，你就知影，当礼拜咱伫即个贝鲁特遐爆炸对无？事前传道当礼拜嘛有讲，爆炸迄个所在附近有一间教会，迄个牧师啊哪做礼拜心哪艰苦，因为两下边有几百个儿童，因嘛咧办夏令营，伊心真艰苦，被捕，伊真感觉足愤怒诶。伊祈祷讲，主讲，你著叫遮紧转去。主啊，因行足远诶路，早来遮参加营会呢。主讲，你著叫因转去，你著叫因转去。兄弟姊妹，你若心意不更新，你真的与神相争，你就死定了。这个牧师只好甲同工讲，40几个同工讲。真歹势，虽然咱吼筹备足久的，总是吼我心足袂平安，互因转去，互因转去，正经讲的，兄弟姊妹，伊互遮的囡仔转去了后，转去到厝啊，安那，嘣！你若有去看今仔日的《今日基督教报》，因迄教会才12年才起好的，足新的，敢若一个崩了，哇！迄个囡仔伫内面看要安那，死定了，兄弟姊妹。咱的心愿意互主来更新无？虽然咱可能无了解，因为有太侪咱无了解，总是咱爱心意更新的变化，咱才袂甲上帝相争。超自然的现象有太侪，咱看经文继续，人看你讲，哦，这个保罗遮厉害哈，连伊的这个围裙啊，甲手巾啊都遮厉害，所以哦，因规个人就安那。哎哟，咱遮记载讲安那，伫大祭司啊，这个四基瓦。7个囝，吼嘛有样安那，有样学样无样，家己想嘛吼，对无吼？哦，伊嘛开始吼为人赶鬼，你知吼？啊有效无？有效无？有啦！你看到啥物效？这恶魔就出来啊，对无？迄邪鬼就讲安那，恁讲奉我靠保罗所传的耶稣命令，恁出去，这嘛足奇怪，毋是奉耶稣的名，是奉啥？保罗所传的耶哦，朋友的朋友就对啦吼。这个邪灵安怎讲？邪神安怎讲？耶稣我知，保罗我嘛知，总是你即科我毋知，意思是安尼啦，对吼？所以兄弟姊妹，这个邪神吼，伊嘛足神的哦，我甲你讲哦，对无？你爱惊伊也免惊伊，爱惊也免惊，拢无声。有人讲爱，有人讲袂，爱惊伊举手。有人也感谢主，你若无信主，你爱惊伊；你若信主，你毋免惊伊。但是你嘛毋免去创治伊。无哪会遐尼侪年，农历7月人拢爱鬼门开，无逐个是戆的哟。就是遮的邪神有伊的办法，咱会等下会来看咱所信的咱所知影即个宇宙中到底是偌济，咱就知即个邪神有伊的办法，总是咱的主。办法比伊搁较大，阿免吗？伊知有一位主，所以咱有样无样，家己想有效无？咱来看，来请，有声音无？家己想吼。咱看7个囝，7个大祭司的这个囝，伊嘛是家己想，敢若这个囡仔模仿吼。迄鞋仔穿较大声。你看目睭，甲会塞目落哦。气势足好的，伊妈妈新的下来，嘛爱甲偷开来。姿势100哈，哦，棍个会甲你扭起来哦。哎呦！这连无够30把刀，吼！你看，家己姊妹有样家己想吗？无总是安尼有效无效？
真心实啦，兄弟姊妹，啊咱咧，咱是主的基督徒，请问咱是啥物样啊？咱是山寨版的吗？咱是毋是学一个基督徒的款式尔？也是咱的心真正互信心到伫咱里面，互咱知影讲啊，我都无知，我恳求上帝互我了解，我信心无够，主啊，你也互我确实。毋是讲啊，你也无信心啦，毋是，互咱知，咱所知的这宇宙，咱足有限的。这是我的牧师蔡茂堂牧师嘛，是蔡茂堂精神科医师，伫咱的周报内面加有见证，敢若是第7页，下骹写明搁较清楚。咱人会当感受到，会当经验到，是伫个迄绿色的下面。咱看迄绿色啊，绿色那条线的下面。啊，比较机械式的，它会重复一直发生的，不会停的，就是咱的地球，就是自然科学。咱有足侪还阁还没有发现。啊，伊的中迄个就是黄色的下骹，绿色的上面迄就是所谓的算命、风水，所谓的法术。所以风水、法术、八卦，这有神无？有灵无？是有哦，因为它不会改变，它就是一个定律。风水就是会跟这个地球的这个磁力，你若捌听过这个？那个刚刚过世的牧师啊，叶明翰牧师，你就知。好，这个世界是有它的定律，所以是机械式。伫恁的倒手边中遐，所以那个是你通好惊的。啊，但是安那咱有主就免惊，是安那？因为咱要来这个你的正手边，你的橘色，你的正手边。咱人会当感受到，就是你可以经验到的是绿色的下面，但是你看不见，但它却是真实存在的，是在哪里？是在绿色跟黄色的中间，是在你的右手边的中间那个抽屉，也就是我们人死后，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的灵魂是不灭的，总啊咱要去对位，就是要去黄色的甲绿色的中间，伫恁的右手边迄个所在。所以想要把7月鬼门关因会照出来，安尼大家咱会当了解。这是宇宙观。当咱的宇宙观若是无相信遐，我感受袂到的，安尼咱就会我们的宇宙观只现在绿色的下面，绿色的上面几乎有4/6，咱拢无相信，袂，无可能啦，骗笑的。迷信，兄弟姊妹，咱来讲，咱爱需要学习的。因为咱的主是上顶头迄个，咱有看到无？会甲咱互动，会甲咱斗阵的，就是黄色以上，就是天使以上，那就是他是，不是这世界的，他是黄色以上，谁最大？上帝最大。所以咱才有今仔的经文，遐个写神安怎讲？保罗我知，耶稣我知啦，总是你想，我唔捌你啦，因为伊一定爱知这位上大的万王的万主，万王的王，兄弟姊妹。你若是还袂信主，你干那较无讲啊？我来信福音就好啊啦，啊主来祝福我就好啊。我干那讲你足可笑的。你若无洗礼，无主的印嵌，是你给保会印嵌伫你的额头，遐的你的右手边，黄色跟绿色中间那些鬼魂，我们所谓的小鬼、小神，或者是今经文讲的邪神，伊就会当来甲你创治。愿主帮助咱，互咱会当来信任这位主，愿意互咱归伫主上大上帝的名的因，咱归伫伊的户口，互主来保护保守咱。啊，信心伊就有伊的办法来保护保守咱。因为咱今仔看今仔经文足奇妙的代志，这嘛是毋是保罗伊要爱，总是信心就用保罗的围裙，用保罗的这个手巾仔，互人的病会退去，邪神就会出去。啊，这个人安那，哇，这个人就来学，学讲好，我嘛要因为安尼来趁钱。啊，总是安那，因知影这个道理了后，就悔改。哦，我以前用安尼来趁钱的，我今日摕去烧的。咱经文讲安那，会使讲烧足摕去，因安那，因愿意讲来认罪来悔改。兄弟姊妹，咱若是无共款的因素，咱毋免讲咱意爱甲别人共款，亲像
因也无术，就无法度做灵语的祈祷。总是有的人就有法度，就恳求上帝来帮助咱，咱毋免去学别人，因为上帝互咱拢无共款的器皿。咱只要讲主啊，愿意我真做你有路用的器皿，是我本来的样式就好。咱毋免去讲一定爱安怎，若无安怎主我就足气的，无安怎我就不爱即个牧师，我要来甲别个牧师，阮要来别个教会，兄弟姊妹。因也牧师只有甲你讲，你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无？拄则有讲，你若愿意讲主人爱你委身伫家人教会，你都毋通黑白走。啊，你若主要爱你，讲去差派你去别位，你就讲会使主，我愿意听你的话，因为咱若心意更新不随着主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就是与神相争。我们就麻烦大了。恳求上帝来帮助咱知影知罪，看这个图，因遐知影用安尼个趁钱的，因愿意甲这姓氏拢收掉。讲啊，虽然爱了足侪钱，总是我愿意悔改，我愿意认罪，我愿意主你来管教我，互我因为主你的祝福无来毁灭我，互咱所收的，咱会当知，咱会当用安尼来甲别人来分享。信心嘛帮助咱明白什么是耶稣的工作，互咱知，若是无信心的感动，无人会当称耶稣是主，这拢是信心的工作。所以兄弟姊妹，长老会绝对有信心。长老会若是无信心，咱拢无法度做，才请这位咱的主做主。我拄仔讲我的老师蔡茂堂牧师，伊是大头壳的，伊是第一代，伊是第一名毕业，佫是精神科医师，总是伊安那，伊对信心是非常的敬畏。伊知，若毋是信心，人袂当做啥物。所以兄弟姊妹，求主来帮助咱，毋是用人的思想来解说属灵的代志，安尼咱干那会搁较济无信，干那宗教尔。咱就爱互人的心思意念，咱降服伫属伫主的代志，结果咱就领受足侪新约技术，心意而更新。你袂讲奇怪，即个新约代志，哪拢袂发生伫我身上？当然啦，你都无相信啊，兄弟姊妹，你都无愿意改变啊。愿咱的性命拢会当亲像当伊是当礼拜甲即礼拜，拢是因翁仔某的见证，咱当看这个交友见证。咱的性命会当亲像因所穿的衫，意思当意思伊真理性的人，对无？但是伊经历真奇妙，当礼拜见证就有，即礼拜伊透过营养牧师要佫讲一个，恁拢毋知影的，啥物？就是伊咧做一个妇产科医生的时阵，足危险的代志，其实足侪，因为伊接生很多，伫伊的开业期间。伊会使讲无闲，甲几啊工拢无法度困，特别是一个妇人生产的中间，竟然心脏停了，佫大出血，主啊救我！我实无法度，伊要继续家开刀啊袂，你若无伊就一定死的，但是伊就已经无心跳啊！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伊就继续信心家己地。啊嘛，这个是真奇妙哦。全台湾，毋是台湾，全桃园伊的好朋友，只要是这个妇产科医师，竟然都聚集在他的诊所。大概为着这个妇人人，安尼打拼，没有心跳，只有主可以让他心跳，因为主是赐生命的主。阿们吗？感谢主，他没有让任何一个人躺着从他的诊所离开的。伊讲，这只有感谢主啊！这不是性情，什么是圣灵，所以他对圣灵的事情，他是非常的敬畏。因为若是无伊，搁较好，伊术拢无办法。咱的玉龙长老真心实，咱看今仔日的见证就知，伊其实是比邓医师搁较理性的人。因拢两个拢第一代基督徒，拢是大学的时阵接受到福音，然后因洗礼。玉龙长老伊讲我才无相信呢，上帝话，理性的人用理性来判断呐。人都好讲，如果我们用理性来判断，我们如不降服在圣灵里面，伊讲因就无用的，伊就用他理智来计划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我就有一天因
邓医师妈妈车祸，这个脊椎这个颈椎受伤，哇，这下面都不能动，啊，伊就做无用啊，伊爱个因先生的诊所，啊，个开车，啊，个去病院，甲伊的婆婆送食的物件安尼，哇，实在是很劳累，哎，开一台车，一工要对病院拄啊出来，开到要迄个林口医院出来，车那怪怪一声，请问兄弟姊妹，车那怪怪，你会落来看，还是讲啊，小啉一下，再来开来吼，反正我嘛袂晓看，我开来吼这个先开来桃园，再来互车厂看，恁会当一个会停落来举手，哇，啊无几个呢，哦，好，请放下来，兄弟姊妹，玉龙节吼，迄天是无啥想要停，总是听小可怪怪，啊好啦，啊赶时间嘛无要紧，我就落来看卖，兄弟姊妹。车子请问几轮？确定吗？3轮会当行袂？伊竟然落来看伊的车剩3轮，一个轮子自己什么时候跑掉？兄弟姊妹，玉龙长老他说：“主啊，若不是你保护保守我，我真正要互冲低呀，是不是？”我们只能说：“主啊，谢谢你。”你住在我的心里，主啊，愿我的身体成为你的殿。我愿意靠住你的名，我若是有得罪你的，恳求你赦免，互我真知影用心来经历，互我知影我可能最近有真让互我真惊的代志，或者是我得到癌症，或者是我精神无好，也是我有真侪的危机，我有真侪惊吓恐惧。总是咱若有信心。有主会听伫咱的中间，这个惊吓就要闭嘴，这个惊吓就无去。咱的心，互主来温暖，互主的性情的火来烧，互主来温暖。搁一遍搁活起来，遐无属伫主的惊吓，遐的烦恼，拢要互主来烧去。性情的吸引伫个咱的中间，要互咱得到拯救。阮真欢喜，今仔听到一个姊妹转变，上个月伊做的见证，1年前嘛是这个时阵8月底，伊来到教会已经几啊天拢无困，伊根本都毋是一个人。无则替伊祈祷的时阵，伊迄目睭吼，真诶足像迄落全联你看迄广告迄眼睛。无则要甲伊抱的时阵，甲抱看卖，抱他。总是性情有声，就是抱他。一抱他，要开始哭，里面的那个灵已经几天拢无困啦，因为主要拯救伊，信心要吸引着伊，伊经历足侪了，伊是学佛的呢。总是伊经历着主安那更新，互伊忧郁症，互伊伫恐慌症来临，伊经历一遍搁一遍上帝更新。伊今仔日甲尤无所摕迄落要洗礼的单。伊教互你洗礼，咱甲掌声，互咱的主荣耀咱的主。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拯救迄艰苦的人，迄困袂去的，规工困袂去。伊拄着真大的灾难，总是伊来到主的面前，伊到要洗礼，伊第一场伊搁带一个朋友来呢。兄弟姊妹，人伊去运动拢会使搁带一个来，请问咱有去运动举手？拢无人骹举手啊咯？啊，有带朋友来啊，举手，感谢主。好不好？咱若活像人伊还要洗礼，甲9月才要洗呢。人伊已经带一个朋友来啊，兄弟姊妹，信心要真多咱的帮助。信心，耶稣要来打乱所有的葬礼，是安那？互咱无咧啼哭，互咱咧无忙。咱要因为主葬礼，互咱是一个欢送会，互咱知影咱要搁无共咱的性命，要因为葬礼，咱有国外的主，互咱是有国外的性命伫咱的中间，毋是干那死的时阵忙。今嘛，咱就要有信心的轨迹伫咱的性命中间，咱做袂到的，咱要活出有结迄个轨迹，就是仁爱、欢喜、和平、吞忍、慈悲、怜恤、良善，啊，搁忠信、温柔、节制，亲像这的。主要伫咱的心中，你若有囡仔，还是你有家己，你无法度做一项代志，你拢会当讲信心恳求你来帮助我，我做袂到，恳求你来帮助。或者我无法度赦免人，
总连人嘛无法度，但是咱来靠信心，恳求信心，甲咱伫地，互咱进入一个地位、一个位置，就是信心甲咱同在，咱会使进入伫行神迹的位置。伫迄个位置，徛咧，咱举手来祈祷，然后学了咱的主，哈利路亚时阵，信心甲咱伫地，咱就会经历真济神迹奇事。特别上帝要先来安慰你，你为真济代志咧祈求，咧哀求，总是主信心要真做你安慰，互你忙。因为忙，互咱伫信心这个土壤里面，互咱会当来行动。你或者感觉讲这项代志，咱久久无法度改变，你感觉我敢若被掩埋。我的性命敢若无法度呼吸，我敢若有住迄土咧黑暗中，敢若拢无法度见光。我哪一项代志拢无法度改变。主啊，你嘛帮助我，你嘛救我。主啊，你是要甲我看袂晓？我被掩埋了吗？兄弟姐妹，不是，是你被栽种。我们有福音的种子在我们身上。此时的黑暗，此时的绝望，这个时阵你会绝望。咱毋是互土、互遮的砍掉的，无法度呼吸。毋是，是主要为着将来，咱要互主，为着主来发布芽，为着主来成长。这个时就是栽种的时刻，因为圣灵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能力，可以来为他做见证，互咱有可以来为主来做见证。上帝一定先兴起咱，互咱活起来，互咱经历足侪神迹奇事，然后咱要真做见证，嘛要讲见证，因为主甲咱伫地，主的道理就大大来兴旺起来。真侪人互主的叫醒，真侪人为主来活，真侪人为主来改变，改变哪来哪参像主一个一个阶段。兄弟姊妹，你若看使徒行传。即几个经节上尾拢是即句话，主的道理大大兴旺得胜。兄弟姊妹，咱的性命嘛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时间到，咱嘛拍拼，互主来改变。下一个时段，28章嘛是同款，咱的性命呢继续伫28章以后，主耶稣兴起你甲我，咱来写。属伫咱家己的使徒行传，而且咱要伫每一个阶段，拢用即句话来结束，请咱斗阵来读请。主的道理大大兴旺得胜，有亲像安尼。兄弟姊妹，咱要得胜，宣告咱是得胜的性命，因为主信心甲咱伫地。每一个阶段有主甲咱伫地，神迹奇事要发生伫咱的身上，发生伫什么时阵？歹势呢？伫无方便的事，咱不如意的事情有偌济？10只啊，所以真歹势。你不方便的有偌济？8、9嘛。总是感谢主，因为咱有8、9的不方便，那里就会有神迹，阿妹吗？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去邀请朋友来8月23后礼拜孝亲主日，咱的社区，不管的阿公阿嬷。因的囝儿逝世，咱还阁有亲子的、丧亲的，你著出一个喙来甲邀请。进行伫你无方便的时候，讲啊，阁招人，爱阁甲等伊，爱阁啊，足麻烦的啦。我家己穿水水，吼，啊，阁行去因兜有个足热的，会袂？会袂？你愿意无？愿意无？无人愿意。咱愿意伫无方便的时候，互信心。神迹发生嘛？愿意的，咱就斗阵讲阿门来。你愿意无？阿门。伫咱无方便的时阵，咱出来服侍主，咱出来邀请人，信心要伫咱的中间，咱要经历神迹奇事。伫这个中间，咱要来经历参与伫信心的工，不管大小，做志工、做服侍、招待、煮饭、做任何的代志，参加小组、来礼拜拢足重要的。甲互人一个笑面嘛足重要，招待真重要。兄弟姊妹，搁较重要，上帝要先经神力，要互你经历神迹奇事。咱要斗阵来唱一首歌，就是复兴的火。主要点灯，
咱点互主点倒了后，咱要转去要点倒边仔的人。兄弟姊妹，请咱起立。你想看卖啊？应验牧师邀请你想看卖？你有啥物代志是要死拿害的？啊，无意无意的。兄弟姊妹，咱的性命是安尼吗？无烧无冷吗？咱的主要搁互咱今仔日这个是点倒咱要转去要点倒身躯边的人，咱斗阵来唱这首歌。想出星星的花，来拯救世俗灵魂，建立圣洁的国度，天的家人，想出星星的花。前的路，真正为的是星星的花落来，为了叫你远方的心，我连我的心，点到我的心，这是我。星星的花，为了叫你远方的心，我连我的心，点到我的心，这是我的朋友。星星的花，星星的花降落来，为了叫你远方的心，我连我的心，点到我的心，这是我的朋友。星星的花降落来，为了叫你远方的心，我连我的心，点到我的心，这是我的星星的花，星星的花，星星的花降落来，为了叫你远方的心，我连我的心，点到我的心，这是我的星星的花降落来，星星的花降落来，为了叫你远方的心，我连我的心，点到我的心，这是我的朋友。主啊，我感谢你，阮的人生参唱这首歌，阮无该唱完。这首歌的一半路，阮就冻点，阮敢若唱袂落去，敢若怪怪，敢若真无方便，听袂顺眼。主啊，阮求你赦免。阮有真济时阵抓阮家己的意思做意思，总是主，阮感谢你，今仔日搁一遍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保罗这个这么理性的人，透过路加写主道行传，伊是一个医生，讲究证据的人，科学的人，总是今仔日透过因的话语记载。讲主信心，你所做的工是超过阮人所求所想的。信心的火已经降落来，降落来伫今仔日，既然有耳，就着听；既然有心的，就拍开恁的心门；
信心的火来点倒，主知你的心，主知你所烦恼，主知你无烧无冷，你拄定的所在。主兴起，主要叫醒你甲我，点倒你心中的火，信心的火。要烧起无下主你心意，迄个旧的、迄个失败的机会，迄个记忆，迄个受侮辱的记忆，遐个无上帝的记忆，遐个想法，主啊，阮感谢你，主啊，你信心的火今仔日拢烧起，互阮今仔日搁真做新的人。阮为主你来活，阮奉献一生伫主你的手中，阮感谢阿罗你。恳求你信心的火，互阮转去点倒阮厝的人，阮的至亲好友，主你所纪念，主你所爱的，因为你无爱一个人沉沦，你爱人人都得救。我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谢谢。这是咱来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若是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谢谢你。上帝，感谢你，因为你像主耶稣真侪人，互阮伫十字架顶伊所受的救赎，互阮着人生后面有新的愿望。有怎样帮助阮？主耶稣伊讲，你要来到世间是要真做好的模范，互阮来学习。相信也求主也帮助阮。伫马拉基书的记载也有讲，你将所得的1/10，通好真做我的课文，会当来赐我。看我会变对天顶变什么偌济的福气来伫阮的中间，你怎帮助阮？阮就抓牢这个应允。我相信阮今仔日的奉献也要真做芳芳的做，献互主你的欢喜。上时对这个，互阮得到所有的福气的好处的时阵，会当互报用所有的真做新的火热的心，会当火热来用这个主的福音，会当广看着主你的国度，亲像主你祈祷文所讲的。伫第日，亲像是天年的上帝讲，会当早日来实现，这是现像报告。大家平安。报告大先先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央做伙来敬拜兄弟吼。罗伟琪甲罗玉秋两位姊妹吼，这母囝吼。两位姊妹
啊无甲兄弟咧。我后壁要讲母女啦，所以像拄啊，嗨，咱家己欢迎啦，好，请坐，请坐，所以都无了解我的面壁安尼吼，毋知阁有其他头一遍伫咱中间来做敬拜无？好，无咱来看周报。咱本主日是总会教社奉献主日，请兄弟关心代祷甲奉献。咱9月初6也要举行今年度第5次的圣礼典，要报名洗礼，请伫8月23进前，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咱配合政府为着8大类的这场所，爱挂喙安，所以请咱听讲，毋知是真的消息啊，假的消息8月17以后开始，若无安尼讲要罚款安尼所以请咱喙安，请咱准备好咱为着55周年的这个庆典咱有一起飞舞舞动人生这个活动，我看楼骹只有搭差不多6个七八安尼其中有几啊场拢是共一个青年提奖的安尼所以拜托咱转去献咱的这个相片相簿请咱做伙来配合，咱也通将这个过去你所珍藏的这个相片，咱甲做一个影片出来安尼伫遮来分享。因为我知影咱的个性拢是安尼吞润到落尾毋望咱会通紧紧找伫遮紧，互咱伫要做这影片的时阵会较紧较会通准备咱其他咱伫咱来先来颁发这8月2啦毋知10堂课学了安怎咱请这个顶悬若有你的名请出来咱来颁发这个结业证书来上10堂课了，台语有较贤讲无？李秀娥。咱也感谢老师啦立志长老来，咱做2排好无为年轻人可以上来。会当徛起来，可以徛起来。恁口罩小克落来者好无？小脱口罩者。
好，咱甲因拍拍吼，祝福。咱伫拜到拜五拢有这社区的据点哦，咱还有欠一寡遮个志工，因为中昼顿拢伫教会遮，所以拜三、拜四哦，需要有遮个煮饭哦。咱菜是伫这段时间拢叫外口的吼，总是煮饭啊，一寡遮个款遮个碗碟啊吼，需要志工。如果恁的时间若有允准吼，会当做伙来服侍遮个年终者。咱伫8月23，咱后礼拜后这孝亲主日吼，一般讲阿公阿嬷节的吼，咱伫遮会办这个孝亲主日，邀请这社区的朋友，所以有咱的德福吼，德福的这个据点的时代吼，因会邀请这个囝儿孙做伙来到伫教会所以咱若未报名的吼，你也会当邀请你的囝儿孙孙就去楼顶伫遮参加一寡遮个儿童牧区所办的活动吼，中昼会做伙食饭所以若未报名，赶紧吼，会当伫这社区干事遐伫遮来报名。最近有侪遮个丧失亲人的遮个家庭明仔载早起10点会伫台中吼。东海这伫营总边吼，迄个东海馆怀德厅举行淑团姊妹的老母庄丽音乐的姊妹的告别礼拜吼，咱为着这个事伫遮继续替这个为主来祈祷。咱也有这个红金城兄弟吼，伫8月7日望主运调。为着这个家属吼，伊红姊妹来祈祷，要定伫即礼拜六早起8点伫殡仪馆至善堂举行入殓，9点火化，1点半要倒转来到伫教会告别礼拜，了后就要到伫树林的军人公墓，伫遮来举行安放的礼拜。伫即礼拜五暗时8点，咱会改伫4控1。教室伫遮来举行安慰礼拜，请兄姐这个时间会当拨出来做伙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来安慰。咱另外伫8月11透早1点45徐六龙兄弟伊望主运调享年79岁，要定伫后礼拜的拜六。29号早起10点，伫殡仪馆至真堂举行入殓，1点火化，2点要倒转来到伫教会来举行告别礼拜。伫9月7日，要伫路德四命园区举行树葬的礼拜，原主安慰这玉梅老师吼，因失去这亲人的这哀伤。愿主来安慰咱，若无法度参与的，你会通用你的祈祷为着遮个家属伫遮来祝福来祈祷其中嘛有遮个家属未信主的，所以咱真期待透过个别的礼拜，互因知影人生的意义甲灵魂要去啥物所在其他请咱就家己来看，请咱做伙来读金句，做伙读2遍，做伙来。主的道理大大兴旺得胜，有亲像安尼。使徒行传19章20节搁一遍。主的道理大大兴旺得胜，有亲像安尼。使徒行传19章20节。会众请起立，咱来吟传奇诗，圣诗第388首，阳光归圣俾上帝。吟诗煞请老师祝祷。阳光归圣俾上帝，阳光圣呀圣神上为他对的。将来
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拯救的恩临到伫恁甲恁所关心厝里的人甲朋友，互因得到永远的愿望，得到拯救。上帝永远无改变，会听真做完全的医治，互人甲上帝符合，互人得到支持甲引带。亲爱圣神，真做恁的随时的帮衬甲恁伫地。互恁无伫即世代，特别伫农历7月的时阵，拄着恶担当的代志，互恁有十足的平安甲喜乐，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咱的礼拜到这，完全的做咱一礼拜充满上帝恩典啊，彼此来祝福。